这含我之前看过的点心，啊个种类拢无啥共款，这看起来足厉害的呢。这是日本的和果子瓦加西。瓦加西。嘿，对对啊，因为拢是手工做的，当做个做油的。啊，这是啊，这是抹茶。抹茶。抹茶就是日本人咧食的绿茶。哦。对。咱就伫遮会当体验到这日本的感觉。感觉呢。嘿，免走去日本，咱直接就食，即马就是日本。对对对。厉害厉害。啊，这我你看这。这是富士山，嘿，富士山嘛，嘿，啊，因为有山的造型对无？嘿，上高岗的是这，嘿，少南马加是这是上高岗的，所以呢，一般的师傅无一定会晓做。哦，你看迄花形，顶管拢有花咧，拢压花顶管，足油，迄手路足油的。手工，对，嘿，全部拢手工做。看我厉害，いただきます。好，どうぞどうぞ。はい。はい。好。怎么？伫日本食和果子啊，先食和果子，啊个较个啉茶。足香的呢，而且袂伤甜呢。拄好。好，我啉茶。嘿，好。来，お願いし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嘛是花柑呢。花柑。我介意这种气味。讲到这个学校有一项哦，唔知影爱丽丝老师哦，对这个乌山头水库遮哦，你有认为有啥物所在较特殊的无？有一个足重要的所在一定爱去。重要。就是个西口的小瑞士修水书，西口修水书。建议阮去遐看卖啊。一定爱去，一定爱去，安尼哦，咱就来。好。拄只老师叫咱来食西口小水书，真看呢。而且其实你甲看，遮风景有够好诶。真正诶。是啊。蓝色的天。还有这山安尼一座一座，你看，这含迄个啦，拄则咱伫这个八点五亿的引导，看到外口迄外口迄水池啊，有无？老师讲迄是较细，嘿，较细，较大，这有影较大呢，是非常大，是非常大，足水的呢。原来咱的水就是对这个所在送出去的。看到遮个建设，伫咧8冬前就拢起好啊！一边看一边感觉，哪有可能啊？哪有法度伫咧100年前就起好遮个物件，佮遮尔大间安尼，感觉真正是太厉害诶，足敬佩诶，嘛感觉足伟大诶，安尼。哎呀，咱来翕相。好，来，1、2、3，好。过一张，嗨。1、2、3，水。啊，所以讲，这就是西口小水树啊。刷落来，咱白啊，遮啦。过来扫者。来，我给扫一下。青山。哎呦，来。八点五亿设计游东引水隧道，引过来的水会对西口流出，透过关家叉对宿者流落去乌山头水库，规个环境景致优美，佮号做西口小水书。所以这嘛是八点技术，是八点五亿也得优异之上设计，而且哦，这是几克？即摆是55克呢。55.6，咱拄则伫咧乌山头水库是45，所以咱个差10，咱个向前10公里来到这个所在啊。我甲你翕。好，我来。好，1、2、3。等者。无知。你有炸包包哟？无啊，安怎？这卡棒。无啊，伊顶我有写名啦。名 ？Gordon。Gordon。两个帅哥美女，您好。Gordon。你是 Gordon 呀？
样啊样啊样。西口工作站站长杨耀辉，就是我本人。哦，哎，站长你好。你好你好，这是迄个发电技术所起的磅空，嘿，伊磅空的东边叫东口，嘿，西边就是阮这边叫西口。哦，因为看伊只落差较大，嘿，关家安尼。嘿，伊要保护伊磅空，所以伊起这个空，伊要互水，嘿，就安尼拨。流落。去。嘿，莫有安尼滚。所以较起这个空，流落乌山头水库就对啊。嘿嘿，啊刷落来，我要出一个任务互恁哦。任务哦，挑战，对着北田武的骹步，考察东口饮水隧道。嘿，阮要过去东口哟。为西口行去东口。嘿，无毋对，嘿，这就是较早北田技术伊咧起磅空的时阵，嘿。伊逐工就爬这山伫西口到东口，所以行到东口爱行偌久啊？4公里外。4公里哦。所以迄卡包仔就是互恁爬山用的。爬山哦，哎，辛苦买啊！内底啥物物件？无人看讲要爬山呢，4公里外。来回可能是啦是，有啦，有水啦。对，好，安尼会使。先把先来练起水啊。啊，还有秋龙啦，哎，这是。乖啊，登山者啊，乖啊，江硬就对啊，江硬到对啊。老师啊，咱要为倒一个方向去哈。嘿，就为这个方向。为这个方向。嘿嘿。好，安尼，阮就随来做啊啦。好，加油！好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好，多谢老师。多谢。东口，为这边用的款。遮啦，乌山岭。乌山岭水利古道啦。你遮啦。哎，咱拄则对迄个西口小水处过来，遮嘛是一段嘞。系啊，4点外公里呢。看一个，咱即马是伫咧。遮，咱即马伫遮啊。我行4公里入去啦。哎，这段路弯弯弯弯的。咱来啦。